我确实是真欣赏有正义感、友好，佮有担当的查甫人啊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暂时无要单恋爱拍算，歹势。唔使，去用发好人卡。我茶泡好，大家做伙来啉茶啊。哦，好。来，坐下。冲淡苦涩和伤痕，别再哭了，别再难过了，还有我在呢，在这一刻，别后悔了，再多的傻和错一笑带过。我知影，你即马无想要当人来啊。迄是因为你还特别拄到会当互伊心动的查甫人。不过我希望，你甲我拍一下分数的，我伫你心目中，我几分？邦哥，你袂歹呢，屡战屡败，永不放弃 ，Never give up。认真的查甫人哦，上介帅啦！敢若凭这点哦，上起码嘛要加你10分。请问，你要甲邦哥拍几分啊？60分啊？邦哥及格啊咧！歹势，迄个是及格边缘哦，边缘。阿哥无够资格做男朋友诶。别再哭了，别再难过了，还有我在呢，在这一刻，别后悔了，再多的伤和种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7个意思就希望哦，你会当互我7摆机会，我一定好啊留这7摆的机会哦。豆豆啊，前后我伫你心目中的分数，一直到100分为止。水啦，果然是阮邦哥，牙齿啊帮上介帅的真男人。真是吧？我会互你60分，迄是因为哦，我认为你是一个真善良、真友好的人啊。自你一开始伫夜车卖烟肠，到即马去直播卖物件，你大概做人处事，拢一届比一届更加成熟，所以我相信你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啊！你只要继续做拍拼做，你一定会当变做一个100分的查甫人。不过这是伫工课上，毋是伫感情上。你无需要即马回答。我相信哦，只要是100分的查甫人，无理由哦救袂着你的。为即马开始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拍拼，一直拼分数，拼到我100分为止。到时阵你才甲你心目中的答案讲我知。有啊，Let's go。